一個係青靚白淨、默默照顧拍檔嘅暖男，對佢嘅愛啊，多過兄弟嗰隻愛啊。一個係混血陽光小男孩。我會表你，唔係醒將感謝狀表起佢。呢個組合一出道就炙手可熱，鄧麗君組合金獎 ，Boys。不過喺某一日，毫無預兆咁被解散。咁我就打開份報紙，Boys 解散咗 ，Manny 已經親口回應咗。哇吓！兄弟二人唯有各奔前程，差唔多離開咗香港，我就拍劇。但係隨住年月過去 ，Boys 已經暗中成為大眾嘅集體回憶。多年之後，命運再次召喚佢哋走上舞台嘅中央。其實 Boys 都應該開演唱會咯，係咪？諗下開唔開啊？開啊！但係一單桃色醜聞，一夜之間將兩人推到命運嘅對立面。我哋 Boys 呢個紅館演唱會，我哋會。結果，一個站喺紅館成為事業登頂嘅萬人迷，今日有處男 show 啊！多謝你哋。一個老到街頭，淪為萬劫不復嘅世紀渣男。人氣歌手嚟噶嘛，俾人遺棄個戲喎。當年同一個組合、同一個起點嘅 Boys，到底點樣走到今日，成為性格決定命運嘅最佳教材？即刻樂壇新力軍組合金獎。